三星高層確認 Galaxy S26 系列將支援 AirDrop 檔案互存。Google 早前宣布同合作夥伴推動 Quick Share 同 AirDrop 檔案互存功能。根據韓媒 EBN 報導，三星電子 MX 部門營運長崔元準喺日本嘅記者會上面確認 Galaxy S26 系列將會透過軟件更新支援 AirDrop 互存功能。呢個舉動實現咗早前測試軟件流出嘅消息，意味住三星 Galaxy 手機將會陸續打破作業系統限制，實現同蘋果裝置嘅檔案互通。蘋果不嬲都以封閉嘅生態系統，例如係專屬嘅 Lightning 接口同埋 AirDrop 捆綁用戶，增加轉換品牌嘅門檻。但係佢嘅生態壁壘正逐漸瓦解。除咗 Google 積極推廣跨平台 RCS 短信之外，歐盟亦都強制廢除咗 Lightning 接口，並且草擬法案要求蘋果開放 AirDrop 同 AirPlay。面對 Google 同中國廠商推出兼容蘋果生態嘅功能，蘋果採取冷處理態度，可能係為咗避免觸發歐盟進一步嘅反壟斷針對措施。三星作為蘋果喺國際高度旗艦市場嘅主要競爭對手，積極吸納 iPhone 用戶。喺 Galaxy S26 系列嘅預訂常見問題入面，三星特意加入 Smart Switch 轉換功能介紹，強調可以無線一次性轉移多媒體、短信同埋應用程式，降低轉型成本。以往 iMessage 入面嘅藍綠氣泡差異喺海外嘅年輕族群之間引發朋輩壓力，如今 AirDrop 檔案互通功能嘅落實將會消除用戶脫離蘋果生態圈嘅一大障礙，有助吸引消費者轉投 Android 陣營，體驗好似 S26 Ultra 防窺螢幕同埋更強大嘅相機系統等等嘅創新硬件配置。